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 CGC 嘅 channel， 今日繼續玩呢個 Minecraft 嘅重返系列。今日嚟掘木，先整理一下。又嚟到小知識分享時間，木頭可以傳導聲音，而且比空氣傳導得更加快。聲音喺木頭中嘅傳播速度約為空氣中嘅12倍。呢個原因令木頭成為咗樂器製作嘅理想材料，例如吉他、小提琴等樂器都依賴木頭嘅聲音共振特性嚟產生優美嘅音色。唔同種類嘅木材會影響樂器嘅音質，呢個都係製造高品質樂器嘅關鍵所在。好，咁呢條影片就去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、俾 like 同埋留言，俾啲建議我呢個新人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